珠海首條香港直通巴士專線啊，終於都開通啦！香港嘅朋友啊，以後可以從香港咧直接坐跨境巴士專線嚟到珠海呢3個地方啦。中途咧唔需要換車嘅，嗱聲睇下呢啲站點咧有冇喺你屋企嘅附近。首先珠海呢邊咧一共係設置咗3個站點嘅，第一個十字門嘅中央商務區，上落車嘅站點咧就喺十字門、華發商都一期。呢2年咧，十字門可以話係港人北上珠海置業買樓咧最多嘅一個區域啦。包括喺舊年嘅12月，珠海首個港人服務中心同樣啊係選址落地咗喺十字門呢度。第2個站點啦，就喺今晚嘅華發商都啦。之前好多香港嘅朋友睇咗航空新城，都覺得呢度嘅環境配套都唔錯，但始終都係覺得咧往返香港唔夠方便。咁依家有咗呢個直通巴士啊，就唔需要擔心兩地咧往返交通嘅問題啦。如果係對居住環境咧有追求嘅朋友啊，我認為航空新城咧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選擇啦。最後一個站點啦，就喺斗門嘅萬達廣場呢度啊，亦都係斗門嘅中心位置。咁呢3個上落車點咧，都係目前珠海比較熱門嘅商圈啦。另外香港嗰邊啊，分別喺九龍嘅太子、尖沙咀以及荃灣嘅大圍、沙田都有坐車嘅站點。咁目前咧每日係有開通2班車，咁啊上晝咧一班，下晝咧一班，來回都係一樣，可以喺手機上邊咧線上訂票嘅。覺得有幫助嘅朋友咧，可以轉發俾更多身邊有需要嘅朋友知道。最後想問下大家，珠海呢3個地方啊，你哋係更中意去邊一個呢？